今日我哋去睇海逸灣2期6座，一個實面積1023尺，3房1套2次加工人套房嘅單位，希望大家會鍾意。自從政府落實白石角站選址之後，即是由原本嘅較大運動中心南移至中文大學羅桂祥綜合生物醫學大樓旁邊，整個白石角及科學園已經備受市場矚目。海逸灣2期亦係落實白石角站最受惠屋苑之一，屋苑採用磚紅色和灰色為主色，格調清新。海逸灣2期間隔非常實用，呢個單位客廳闊度有3.8米，樓底高度有2.94米，感覺非常寬敞。客廳有落地玻璃趟門連接出露台，坐向東南，所以客廳採光度亦都理想。喺露台亦都感覺到陣陣涼風，而景觀會望返內園泳池景色，優雅宜人。另一邊係客飯廳位置，客飯廳全長大約7.5米，飯廳擺放6人餐台，兩邊擺放儲物櫃，都唔會有壓迫嘅感覺。飯廳嘅旁邊係廚房，擺放到大型雙層雪櫃、焗爐、洗衣機。採用 L 型嘅工作台，地方都寬敞闊落。飯廳嘅另一邊亦設有工人套房，姐姐亦都有自己嘅私人空間，又或者可以做儲物房，擺放雜物。走廊嘅右手邊係浴室，設有玻璃鏡櫃，亦都有通風窗，採用浴缸，鋪上瓷磚，亦都方便打理。走廊嘅左手邊設有2間睡房，每間大約都有7平方米，做咗高身置頂嘅大衣櫃，儲物空間足夠。屋苑附近有日龍坊同埋科學園都設有超市、休閒空間及一系列餐飲美食，滿足住戶日常所需。屋苑亦設有穿梭巴士，往來屋苑至港鐵大學站。最後係主人套房，大約有15平方米。可以做到3邊落床。屋苑會所設有室內外泳池、池畔燒烤場、宴會廳、音樂室、健身室、室內運動場等等。屋苑亦鄰近海濱長廊，有寵物共享公園同埋單車徑。主人房浴室亦設有通風窗，令到單位空氣更加流通。屋苑泳池旁邊設有燒烤場，方便居民喺假日舉行派對。停車場亦設有電動車充電裝置。附近嘅海濱長廊環境清幽，遠望吐露港，令人心曠神怡。科學園金蛋前面有2排噴泉，夜晚噴泉加上唔同嘅燈光就更加吸引人啦。科學園亦都設有寵物公園。地下設有唔同嘅食肆，旁邊係單車徑。夜晚都好多人喺呢度食飯、吹下海風、飲下啤酒㗎。介紹完畢。